今晚住嘅房間係701，而家咧就開箱俾大家睇下。入到門口咧就有一個洗手盆。Hello， 咁我其實咧已經入咗嚟㗎啦。而家拍俾大家睇下啫。洗手盆，一般嘅熱水壺啊、水杯啊、飲料啊，都齊備嘅。咁就一張雙人床啦，有個大電視。咁喺入門口嘅位置咧，就係洗手間、坐廁同埋毛架啦，有花灑同埋要有嘅沐浴露啊、洗頭水啊、護髮素啊都齊備嘅。咁基本上唔錯啦。咁講俾大家聽幾多錢啊？一晚咧就所有加埋咧就306蚊一晚。喺台中嚟講咧都算係中地啦。OK，Yes。例如好似呢一櫃啦，堅果炒飯係咪好正？沙茶豬炒飯，同埋呢度咧好多嘅品種嘅便當，好多品種便當海鮮粥非常之豐富，麻辣涼麵，大家嚟到台灣一定嚟七仔試下一啲嘢食係唔錯㗎，非常好食啊！香菇油飯添，OK。喺台灣咧，你一定要飲台灣嘅飲品。咁喺七仔裏邊咧就好多種嘅，非常多種。呢一個咧係我最愛石榴紅心芭樂汁，大家唔好錯過嚇。
今日第一日嚟到台中，第一個景點咧就嚟到呢一個離酒店冇幾遠嘅宮原眼科冰淇淋，大家都攞住一紮喺度食啊！裏邊第二杯呢？第二杯什么？有泡花生牛奶，花生也没有，花生也没有，红色的那珍珠奶茶。
家嚟到85度咖啡，呢度有蛋糕，好靚蛋糕，仲有咖啡，我就叫咗一杯65蚊嘅拿鐵。呢杯咧就係65蚊嘅拿鐵啦，好靚個包裝嚇，飲下好味先。味道好濃郁，完全係接受啊，等於港幣10幾蚊。Yes, good。咁啊，坐低喺度飲翻杯啤酒，呢度係台府，嗰啲工作人員咧好熱情，同埋咧我喺度拍片時咧，佢哋咧都好幫手，講俾我聽可以隨便拍嘅。好，大家有機會咧過嚟到呢個文創區嚟呢度飲翻杯啤酒，食翻晚飯。Yes。